开会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哦。到今年的新年的元旦的时间，马总统讲到了边境机哦，伊讲到了边境机有3大方向，其中一只是自由经济示范区。那自由经济示范区底部呢有4大发展重点，其中讲到有一只是青葱药，跟农业有相关的哦，农业加速。都大家种因为个国家政府替代了农业，用到因个国家冲开政策底部都来执行哈。其都大是注重因农业底部都的1期3业，也是2期3期的3业呢。韩国也有个学者提出嘅个受理讲到，会影响到因个农产食品加工业6000亿嘅产出，其中有差不多将近1800亿产出咯，係直接會影響嘅損失嘅。都大家自由經濟示範區底部度嘅農業價出嚟部分，對農業嘅影響有幾大層面有幾發嚇，想今日嚟了解。韓國亦都咧農業價出嚟，仲係自由經濟示範區底部嚟執行嘅時間，對於嘅農業升級轉型有乜嘅好處呢？想有請到3個特別來賓共同參加討論。馬上歡迎收嘅您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您嘅行政院農業會嘅主委陳寶基陳主委，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大家好。好，沙丁面收嘅係前任嘅農業會主委，有佢哋目前係亞洲大學嘅講座教授，潘作奎潘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沙丁面收嘅係中興大學應用經濟那個陳吉仲陳教授，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其實近兩幾年來嚇，農業咧就話題到國際上係非常非常嘅熱門嘅啦嚇，故所以呢嘅自由經濟示範區嗰度呢，表現農業價值應用起嚟種嘅發展重點，可能也最可以出嚟種嘅有跡可循哈。你講嘅國際的投資教父量子基金這個羅傑斯，他覺得說農業是21世紀最好的投資，連這個微軟的比爾蓋茨，他也投入農業這種生物科技來做哦。所以為什麼我們看到說這個國際級的投資教父或者是這個科技的大佬都要相繼來投資農業？農業到底是不是一門好生意哈？那在我們的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我們所謂農業價值的這個部分又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呢？我想先談談新聞記者姜頭去了解一下。企業全面團結邊經濟係馬總統今年成立嗰年做事嘅主題，而本今年變做係台灣經濟突破嘅一年。在今年的第一天，我要向所有的鄉親承諾，政府有決心把拼經濟當作今年最優先、最重要的工作。政府將會採取土地發展、都市更新、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3步嘅財經政策來提升民間投資嘅意願。其中自由經濟示範區係政府提委擺，然後農業並到安泰嘅政策當中，對安尼嘅政策各界反應差起碼相同。對農民、對消費者的這種傷害，台灣農業的傷害一直沒有一個評估報告，因為我們看到太多農產品在國外都在周邊的國家都比台灣便宜，那一定會用它的，不會用我們台灣的，甚至很擔心台灣的農業會空洞化。因為我們園區裡面的未來的特性跟主軸就是國際化，當然會增加利用原物料那這些原物料的來源，一個就是進口，一個就是國內自己生產，基本上絕對不會衝擊到我們自己國內的農民的這個生產的項目。未來自由經濟示範區加工嘅產品，還做得用台灣 MIT 嘅品牌來出口，嘛有農經學者會受理，安尼會傷害到台灣食品嘅形象，甚至還會停動到台灣農業嘅根本。那當然你要掛 MIT， 就是你的東西是在這邊生產，這邊生產的整個品管的流程等等，是比較符合國際規範的。將來的農業價值的源頭並不是台灣本地生產的農業，所以這個農業價值是違背的。自經區的產地呢，事實上是對所有產地開放的。那誰有辦法去規劃新的土地來做農業的生產，或者是相對的食品加工呢？我必須要講是資本家。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嘅推動，係做得強化台灣農業 MIT 嘅品牌，還係講會壓縮到台灣農業嘅發展。專家考察韓國農民農田等等，政府限額主權嘅批託，韓國監督嘅機制。
好，台湾是个海岛，其实我们必定要走向这个国际贸易这个部分。我想在自经区里面，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放入农业价值，是不是就是台湾的农业要面对国际化，政府很大刀阔斧宣示的一个重点？那先请陈主委做个回应。我想农产品的加工在台湾有很多出名的例子，全世界很多出名的例子。瑞士不产巧克力，不产可可，英国不产红茶。可是它的品牌是世界级的，日本的这个 miso， 它也没有完全用它的原料。是，我们常举凤梨酥的例子，凤梨酥70%都是进口原料。哦，你说糖啊、油啊、面粉啊，糖、油、面粉都进口原料，30%是国产原料。哦，但是从来以前我们没有这个国际舞台的时候，我们的产值非常低。我们原来的土凤梨的种植面积还不到200公顷。现在已经超过1300公顷，就是因为这样子带动了新的把饼做大。其实我们在这个自经区里面，农业价值好像在2、3级的部分会比较着眼，但是我也想请教我们的彭教授，你也做过农委会的主委哈，其实台湾嘅农业经营，應該講台灣農業面對國際、面對自由貿易的世界，創頭係很多係數都係上海下台。好，不可否认是我们加入 WTO 10多年来，我们的农业的，当然我们的 GDP 有增长，但是我们农业的贸易逆差也大幅的增加。虽然我们出口量有增加，可是进口的量更多。那我们因为要做这个加入 WTO， 我们的农业就休耕，很多农地休耕。那休耕之后引发一连串问题，比如一年100亿，10年上千亿的休耕补助，最后造成很多的后遗症哦。那是不是真的自经区里面农业价值的这个部分，对台湾的农业在2、3级部分会真的是加分？我第一次听到呢，我们的这个农业价值啊列入到我们的自由经济的示范区的时候呢，我也比较的惊讶。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来讲呢，我们台湾或者是日本或者是韩国，那么绝大部分都是小农经济的国家，所以因此呢，任何呢这个国际贸易组织或者是双边的自由贸易区的这个签订啊，基本上呢受害的大概都是农业部门，也主要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跟一个大农的这个国家来竞争。那么但是呢，我们根据的 WTO 的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呢，当初大家也非常担心啊，是说呢这个会打击很大，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到呢。自由贸易呢，有时候它是一个呢灾难，但是呢也是一个助力。危机就是转机。怎么样子呢？能够的让我们的结构能够做调整。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自由经济区里面的农业价值啊，就以我个人的理解来看的话，就是怎么样子呢，在搭这个所谓自由贸易区的便车。然后呢，透过这种呢所谓的人流、物流、金流以及呢免税、关税等等的这种优惠的条件呢，能够呢来加惠我们具有竞争力的这个农业部门啊，能够呢接近了国际市场。所以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呢过去在民国40年、民国50年呢，我们有很多的像茶叶啦，还有刚刚讲的食品罐头啦、凤梨罐头，对，我们的出口非常的多。那当初呢，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竞争力是消失掉，主要就是因为呢经济的发展，那么劳动力呢提高，所以呢成本呢没有办法竞争。那么我们新竹、这个桃园、苗栗、客家地方啊，东西呢非常多的茶园啊，东西呢那茶园呢差不多有500公顷5000公顷左右，现在呢只剩下500多公顷。那也就是说呢，那新本提过。当初呢，喺北部啊，就该叫阿信啊，永光茶叶公司啊，当初的我们的整个的茶叶的生产啊，85%都是外销，还有关系的萝卜，一定没走差外销，还有捧凤叉，这些等等呢，都是呢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劳动力是缺少的，另外土地是缺少的，是。所以这样我们反过来看呢，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呢，我们有一个茶叶增值的计划里头，是。我也很希望就是说呢，未来我们有这么多的过去的光荣的历史，怎么样子能够呢，经过呢运用开发中国家，一个便宜的就是他们的利用他们的土地，我们把它想成用他的土地。中国转移新州托人苗栗种茶嘞。
电动系咱啲技术带到从系新兴的国家，从越南来从印尼，嗰度去种茶系吗？不是，就是说呢，我们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的把我们现在的这么好的技术，可以用其他国家的土地跟劳动力跟便宜的这个原料来进口，最后呢跟我们的原来的生产的茶叶地区呢能够结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你系用技术来传承，唔系用努力去传承。是，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想这个基本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呢，就是说我们的农业价值里头啊，一定要能够把我们过去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这种的产业能够呢跟我们的生产地跟生产者能够结合。最重要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我们的价值部分呢，能够呢在1、2级这整个产业链上做合理的分配。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我们的所谓的农业价值啊，才能够呢对食品就是农产加工的部分呢有价值的作用。好，那谢谢我们的庞主委哈。不过陈老师仿佛您就有比较多担忧，因为您提出一个数据告诉我们说，这个对整个农产的食品加工业在自经区的农业价值里面会有将近1800亿的直接的损失哦。那我很想知道说，您这1800亿是怎么算出来的？那真的有这么严重吗？还是说，其实像刚刚前面2位来宾所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着眼2、3级的这产业加工的时候，我们的原料都从国外进来，那其实这个部分就是一个最大的伤害来源点。在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它的第42条的条例规定，我们可以开放对中国大陆管制的农工产品进来。那我们就是原先那830项。对，我们也同时开放所有的全球的农产品进来台湾，而且是零关税。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去把我们国内的所有的农产品的产地价格跟国外的产品的出口价格做比较，我们发现他们的成本都比我们低，这是第一个说明。第二个就是因为在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它又允许只要进驻示范区的厂商，它进口国外的原料做食品加工以后，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是外销。我举例来讲，比如说进口花生，花生是我们对中国大陆管制的一个农产品，它进来以后，花生可以生产很多的食品加工品。我们吃的花生有花生酱、沙茶酱、花生粉都可以。那花生油它出口的话，它是免17% 的盈利事业所得税。对，如果它内销不超过10%，比如花生酱，它也一样免盈利事业所得税。最重要的是，在自由经济示范区生产完之后，它只要符合所谓的实质转型的这个部分，它全部可以挂 MIT。因此，不管你食品加工品出口以后到外销或内销，它全部标示 MIT。它不知道里面的农产品的原料到底是来自于国内还是于国外。因此，我们会认为食品加工业者绝对是用国外的原料，而不会用国内的原料。我举一个刚刚诸位，所以比如说这个。假设在自经区里面，这些食品加工厂，它加工了，它从国外进口的花生，生产了这实质转化形体之后，这些产品外销到国外去，它事实上并不会对国内的种花生的农民造成直接的受惠。哦，对，我应该是这么讲哈。我以花生来讲，我们1年大概生产56000多公吨，其中有3成是直接拿来食用，所以这个3成的部分是不会受影响，7成它会拿来做加工嘛，比如说去生产花生酱或花生油。我们花生的产地价格是50几块，对岸的出口价格是30几块。那花生酱、花生油的一个生产成本主要就是原料成本，所以当你原料成本比较低的时候，厂商一定是用国外的原料，而不会用国内的花生。所以您担心说，这个对台湾的这农业1级生产会造成蛮大的一个影响？当然。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就说自由经济示范区底边度农业驾车设计很用版型的啦哈，所以看到迄其迄开放所有嘅农产品进入个自由经济示范区底边度，咱我到了底边度所生产的食品加工品哈，所以最内销也最外销，当然就限制啦哈，干制品係要完全外销，但是有的非限制干制品的最。有10%嗰種嘅內銷嘅批鳥哈，那我還有自經區裡面所謂前店後廠這樣一個概念哈。那說任何在我們假設在自經區裡面設的那個公司行號叫前店，
那它的后厂呢，不一定要在自经区里面，它可以是任何一个食品加工厂。今天譬如说我的自经区是在台中港好了，那我委托彰化、云林、嘉义的食品加工厂，那个其实都有后厂的概念。好，变成说这样的概念来做。再来是讲，都吃自经区经过设置个转发以后呢，再挂 MIT 的牌的哈 ，MIT 的这个品质保证这个出去哦，那所以就变成说，这个看起来，有人说它可以创造生产者、加工者、外销者的3赢，那也是台湾这个农产品可以推动这国际品牌化一个很好的契机哦。那我想，这当然是政策利多是好处，但是是不是每一个我们的第一线农民都这样看呢？我们先来看一段他们的心底话。因为台湾的耕地面积某这边太啊，年轻的农民从农的很少。啊，甲迄寡原本受控制、受管制的面向炸落啊咱本土。原本甲咱农民可以造生产出来一个农产品，可能伊就够不容易卖出去。比如讲农药残留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迄介面严重的事情，嘛间接嘛我影响冲击到咱台湾农业的一个形象。因为迄种无关税啦，导因的毛，导因的蹄条，导因的腐，导因的酒道的农产品哈，全部拢无影响到。那我相信，连工业产品也都会受到影响。家用就卖叫牛啊，会影响到彻底我哋台湾的农业啦，把我哋台湾炸大下落去。我唔想听南面嘛，我哋唔敢竞争啊。很多福建人从4点钟去查个幼儿园还忙退学，所以人家就3、5分的要去竞争哦，当然时都要变等级啊。进口的东西，然后直接进来台湾，直接做包装，然后再以台湾 MIT 的方式售出，这是不对的。那当然，你如果台湾 MIT 的东西，就是一定是在地生产的。好，睇下前面只观众讲到诶，当然 MIT 的产品因为是在采体咧，种出来嘅加工过嘅这样的 MIT 啦哈。但是我想请教您的潘告诉是讲，其实自经区员刚刚看到有所谓的前店后厂，甚至有境内关外这样的一个设计，它其实可以免除很多自由贸易上面的一些障碍了哈，是可以加速国际的这个投资愿意进入这个自经区里面来哦。那可是我们也看到说，刚刚陈教授提到，这种前店后厂或者它的原料可以从国外进口，只是在转口加工一下，它其实对台湾的一级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太大的实质的效益的帮助哦。那您怎么样看这个部分？就像呢，我们呢现在呢常常举的例子是纽西兰，对，那么我们的百香果这个kiwi fruit 啊，奇异果，对不对？它 Zespri 它的品牌实际上呢就是由小农2500个小农呢所组成的公司，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果农啊都是股东，对，所以因此它的这个农产品它也在国外生产，例如都因为它否则它不够，它会在意大利啦，在北韩啦，在中国大陆啦，也在智利。是都有是做生产，然后呢跟它的结合，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才能够把我们的量啊，或者把它打开。所以呢这部分呢，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如何能够把这个部分呢能够纳入？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的确我们的心态要改，刚刚陈主委也谈到哈，就是说我们不要什么东西都要 make in Taiwan。How to make by Taiwan 这2个是不一样的，是，就是我有我们的品种，有我们的技术，可以在呢南半球，可以在北半球生产，然后呢供应到我们这地方来，变成我们的品牌。所以呢，否则的话呢，我们的农产品啊，这么好的技术啊，就是怎么讲，就是呢捧着一个金饭碗跟人家要饭。这太可惜了，就是说呢，这个是我基本上哦，那个绝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一定要纳入到这里头来，我们才能够做。所以未来呢，我们呢一定要把我们的所有的生产者、加工者跟呢所有的产业链呢能够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的利益能够共享。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才不会呢产生的某种程度的这种矛盾。我就同样这个问题来问到我们的，就是说，其实在境内关外，它其实要排除很多的贸易投资的障碍嘛，对不对？它其实是希望说国际的企业能够来投资台湾的农业，这么好的技术，这么好的素质的农民。可是我们主委同前主委他也讲说，如果价值都被企业家拿走，农民是不会乐意看到，对产值也没有贡献。您怎么样看这个东西在境内关外，在自经区里面的效果？我想我要先回应这个问题，就是说，在农业价值的部分，整个价值链是连在一起的。
农民在这个价值里面不再只是卖初级农产品，也不知道卖给谁。所以我们在这整个系统里面，就必须要去做整个契约生产。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哈。像我们的凤梨酥就是全部契约生产。农产品在做加工，如果没有稳定的货品来源，是很危险的。我们所有的农产品有1700多亿都去做加工，但是这中间进口的是零，这1700多亿里面进口的是零。我们现在要去做加工的，还是以我们原来的有名的、我们好的竞争力的这些产品为主。我就举花生来讲。所以您质疑我们陈教授讲的那个对他所推估东西，那个研究母体本身是静止不动的，而且它是排除了所有的这个状况在外面。我是觉得我们在讨论一个公共政策不需要去扭曲啊。就把台湾原来加工的，我就以花生来讲。花生在花生工会的这个统计里面，只有1000吨去做花生酱。我们的花生酱哪里来？早餐的花生酱哪里来？进口的。我们花生酱甚至可以从大陆进口。这个是在2004年的时候谈判的时候就已经开放了。所以从花生这个观点来讲，我们现在还保有花生原料进口的关税配额。那台湾宁可去进口国外制造的花生酱，而不愿意在国内自己生产花生酱。这国内自己生产花生酱也用到我们国内的原料，也用到进口的原料。这个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迷失。同时这个进到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的加工品，原来没有管制的，在卖的时候，它一样照样要付关税。25% 的关税，不是17% 的营业税而已哈。所以这一些细节哈，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很诚实的去面对。是，好，陈教授你要补充。农委会这边的新闻稿说，我们吃的花生酱都是从国外进口。我们去年从国外进口2800多公吨的花生酱，对，那其中中国大陆是1300多公吨，对。那如果自己国内没有生产，那是不是我们就吃的就全部都是进口的？这样的话，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如果厂商用国内的花生来生产花生酱，绝对是正面的。可是反过来讲，如果今天国内1年的花生酱的消费不是只有进口，而是有一定的比例，这个比例我们算出来是有80%，就说我们去计算国内的消费者1年吃到多少花生酱，就是我们消费的总量跟进口总量，这减下来就是得出来就是国内的加工生产总量。农委会可以回答一个最根本问题，没有80%。这个我们统计过的哈，我们统计过的加工品超过50%的，只有蒜跟红豆啦。这一些都是我们从农委会的不是那个是报告，那个是2001年的报告。我知道2001包括林鲁的报告，是还有包括主计处里面，它有一个产业关联表，就是它的 input output 里面有算出来，它那边比较少，算出来是5000公吨的花生酱。我想哈，这一个部分哈，这一个陈教授用这样子的一个花生酱去讲1700多亿的损失哈，这个我完全不能同意。不过我想，因为陈教授那是立基在说，他是个农家子弟，都会想为农民发言的。我也是农家子弟啊，对不对？我讲跟诸位一样，我也是农家子弟，我们2个都住屏东，他住潮州，我住万丹。我讲红豆为例嘛，我讲红豆。所以你知道红豆的话，1年万丹跟新园附近生产出来的生产量大概11000公吨。那红豆我们有是关税配额保护的，可是红豆里面有80%是做食品加工用，只有2%我们才自己消费者煮来吃。对，80%的红豆做什么？就是做红豆馅、红豆粉。红豆馅就是做糕饼业者需要的。对，红豆粉我们还有外销，而且外销是1200多万。今天我们是同时开放全球跟中国大陆的农产品。中国大陆的红豆的出口价格不到我们万丹的产地价格的1半。今天我如果是食品加工业者，我会不会用自己的国内的红豆来做红豆馅？当然不会，我一定是进口，因为是零关税。我想现在目前就有进口2600吨，那是因为并不是没有进口。对，那是因为在 TRQ 的保护底下，不是因为自金区是完全零关税。因为我
我们在看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是要把饼做大。是。把饼做大，就是把我们外销的红豆的所有加工品，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同时也会增加我们国内的红豆的种植面积。台湾，所以您看到是一个带动，但是陈教授看到是一个削弱。对，那彭教授怎么看？彭教授怎么看？这两个讲的都对。对，因为两个都是为农民。是因为当初我们讲的 WTO 的时候啊，都大家呢在谈判的时候算的数据啊，那整支台湾的农业已经完全消失啊。但是呢，并不是，假如是这次政府没有作为的话，真的是会消失。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呢已经呢，今天例如说我们今天开村民大会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政府在做些什么东西，农民的心声在哪里。所以配套就很重要。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配套。我刚刚谈到的，就是说了我们在第一阶段所做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是等于先行先试，一些成果如何纳入到我们的法令，包括我刚刚谈到，也可以由农民自己组成的公司啊。也可以由农会组成公司啊。是。刚刚的陈主委是谈到，也可以契作啊。也就是说，我们也把它入法，因为一定入法以后，例如说我把饼做大以后，一定要产值，或者是你一定要收购10%。这时候呢，它越大，这里面有一些限制在就对了。对你10%的话，它扩大，它的面积就扩大，一直在扩大。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呢可以把我们刚刚的这个价差的部分呢纳入到成本。因为进口中国大陆或其他国家的成本很低，国内呢是比较高，把它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事实上加上我们的品牌，加上我们的技术，变成综合作用以后呢，我们还是可能有国际的竞争力。所以因此，我们也认为呢，这个制度的设计能够呢把这个新生的纳入到的话呢，实际上呢对台湾的农业、对台湾的农民以及我们国际市场的开拓啊，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唐太你彭教授的讲法是讲，其实因为建立政府嘅配套措施，因为建立机制係非常非常重要嘅。台湾嘅农业因為把從一期嘅生產嘅內需型嘅市場變做面向國際嘅外銷型嘅農業，也擺嘅自由經濟示範期地位度呢，農業價值係咪幾非呢？像政府嘅配套到哪邊呢？像先歇看一下廣告以後繼續討論。其實今日來到呢個陳寶基陳主委呢，佢讓上一面時間上過村民台會節目接受過專訪。佢剛剛是講到，佢希望冇個用農民啊兩樣事來講呢個農業嘅從業人員，佢認為係農業嘅從業人員，這其實就包含了擴大農業的產業價值鏈，因為不再只是做土地，在土地上進行一級生產農民而已，其實還有2、3級的加工，甚至服務業啊，傳統產業的轉型為服務業這部分，所以是農業的從業人員啊。那在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這個農業價值的部分，剛剛前一段大家討論到很多，就關於不管是前店後廠啦，或者說是這個境內關外啦，這個原料從國外進口之後免關稅，然後加工又掛 MIT 的品牌出去。陳教授認為說，對台灣的一級產業生產部分造成很大的影響，甚至對2、3級的這個食品加工也會產生很大影響。不過顯然我們的這個陳主委有不同的看法。我們先來看一下，到底在這個自經區裡面，所謂的農業價值的政策目標有幾個重要的方向啊。第一個是建構以市場目標市場為導向的產業價值鏈，就比如說我們鎖定一個國際一個什麼樣的市場啊。再就是說以契作國產原料關鍵的產制技術為主，運用國外進口原料推動產業整合性的價值發展。這裡面就講到所謂的契作國產原料，但是又還要這個國外進口原料來推動產業整合性，這部分有沒有什麼互相衝突矛盾的地方？我們等一下可以來討論。第三個就是發展外銷導向高附加價值的農業價值型的產業啊。那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的陳主委，就是說我們剛剛講到第二個裡面政策目標裡面講說以契作國產原料為主，運用國外進口原料來推動產業整合。這個又要以契作國產為主，又要運用國外進口，這兩者之間有沒有存在矛盾？還是說我們不清楚了解地方在哪裡？不是，我們現在在討論的時候，就把我們原來的架構跟市場的範圍限縮在現在。
这也是陈教授落入这样的一个陷阱。我们就是只有这样的市场，自由经济示范区以后，我们像茶为例，茶从国外回到台湾来，去做台湾的茶叶。我们台湾的茶叶也在外销，外销做什么？那么贵要拿去外销做什么？我们的茶厂拿去做拼配。就刚刚彭教授讲的，这些拼配的产值将来会扩大，特别在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我们茶叶进来拼配加工。自己国内生产15000吨，我们进口4万吨。那国外的消费者不会有那种混合茶叶的疑虑吗？需要标示这个来源的出产国吗？所有的茶叶跟咖啡是，包括茶饮料跟咖啡饮料，全部都是拼配的。哦，是，全部都是拼配的。所以这个概念，并堆技术，并堆技术。所以这个部分是把我们的饼做大。如果我们把自由经济示范区进口零关税的茶叶在里面加工，外销全数外销是的话，茶厂的老板说，那我就回台湾来做，因为我跟在国外是一样的，我可以同样来进口去做我们台湾的茶叶，这是第一点我要讲的。我另外也讨论一下1800多亿，这中间畜牧产品的加工品占了70%，我们的肉干肉这些占了70%。所以1800多亿根本在农业产品的价值上面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我不希望用1800多亿的损失来讲自由经济示范区。我们也先来看一下，就是说，刚刚彭教授讲到配套很重要，到底我们的配套已经有雏形可以先让我们看得到？虽然说新的会期才要来审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这个条案草例啊，但是呢，其实在这个屏东的这个长治乡呢，都屏东的长治乡已经有这种农业科技园区哦，已经开始来做的。咱摆了农业科技园区，也系农业所谓的自由经济示范区伫摆度落去啊哈。其实都民国92年来揭牌哈，开始试办。那到94年正式有厂商来进驻，都在目前都屏东的农业科技园区，有那条产业已经进驻的。佢嘅经营效果用摆现呢，上先停定先去就讲头去了解一下。屏东农业前几年，佢喺研究嘅台湾对日本时代就开始以为农业研发嘅单位，对台湾农业嘅改良和个技术嘅升级有轻重要嘅 TV， 一下佢马百亿美自由经济示范区嘅范围。所以我们园区基本上它的角色是既是前店也是货场，海关跟农检局以及一些检验单位进驻在园区里面。未来的话呢，有关出口检疫的部分呢，它是惯作业国外的一个厂商来进驻在我们园区里面对我们台湾的不管是未来国际市场的开发以及技术人员的任用，都是一个非常正面一个效果。那它划入自经区之后，它就让这个园区呢可以有外资来投资。那我必须要讲，现在最大的外资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中国。换句话说，你是把台湾的农改的基础这样子举手奉送给中国，完全是违背了台湾农业主体性。农业前几年期喺台湾很有特色，嘛喺全世界唯一用农业发展做主题嘅农业科学园区。对发展23級农业嘅从业人员来讲，係希望透过政府嘅政策配套，做得上帮上天拓展市场。我们所从事的就是生技新药开发，需要用天然的植物的材料来源。那所以我们在这里设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的方便性，很多的协力厂商在这里已经形成聚落了。不过，一样嘅做章做得本太多数，从事一级生产嘅农民也係用支付，嘛做得到好處呢？成本咧可能人哋生產晒嘅佢麻煩嘅地方，但係人哋種嘅生產嘅東西可以提升嘅價值，比嘅原料做加工品，要加量產品嘅價值，也都可以人哋用人哋產品嚟做人哋特別嘅一個產品 ，made in 台灣嘅產品出來。面對自由市場嘅競爭，台灣農業用量絕對冇人嘅機會。不過，一樣嘅運用全球對 MIT 農業嘅認同，從初冇人哋做唔到嘅競爭優勢，台灣農業在唔好睇28嘅自由化競爭當中本人打穩。好，虽然喺今年推动所谓的自由经济示范区但是并入所谓的自由经济示范区，伫摆度跟农业嘅什么科技园区呢，其实都那个92年的时间是开始推行的那我们刚看，其实那个虾子很漂亮，我们记得说那一只就要好几美金那个
20块美金哦，所以真的是炒一盘虾子就是那个不能吃啊，2000块，那个大概只能够看，它好像比指甲再大一点点，你知道？那其实在这个屏东长治这农业生物科技园区已经进入你我的餐厅。你的餐桌上面咯，它有个日本厂商就生产那种菇类的哦，那个菇类它是铺货铺得很广，传统市场也有，超商也有，这个超市也有。那其实它就是用机器手背，那它用可以垂直生产，然后每一个单位面积的产量都很高。这个 Made in Taiwan。Made in Taiwan。日本公司。日本公司。为什么要 Made in Taiwan？ 为什么 Made in Taiwan？它是要从台湾面向国际，所以它的主要市场是在中国大陆，不是在台湾哦。是台湾是一个跳板哦。那可是我们也看得说，这个农业这个科技园区，它既是前店，它也是后场。好，那我想问一下彭教授，这样的配套，您觉得是不是就已经很完备了？还是说，其实我们还在示范，还在试验？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在这个时段，我们不要把建议先提出来的。这一次呢，我们把这个自由经济区的农业价值计划，再把这个屏东科技园区放进去啊，我是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要引进外资投资，我是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因为它这次呢可以看出来比较重大的一个是观赏鱼，它主要就是为了外销，它的附加价值是非常高的，因为呢我们可以知道新加坡它本身呢就是观赏鱼的一个交易中心，新加坡本身不养观赏鱼，可是全球1/5的观赏鱼的贸易都从新加坡转口，台湾想要扮演这个部分，是这有条件，一定有条件，是这个是我们要尝试的去做的。现在我们引进了动物疫苗，主要就是要把技术跟资金引进来。所以换言之呢，我们现在的屏东农业生技园区啊，基本上所扮演的是招商的这种投资的一种角色。招商引资的一个招商引资啊，所以呢，让国外的技术、人才跟资金能够进来。然后呢，进而的扩展出去。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技术密集跟这个资金密集的产业呢，事实上呢，我们刚刚谈到一开始的时候，自经区就是希望能够呢松绑法规等等的，让它能够进来，给它优惠条款。这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做的。我想呢，在我们很高兴看到呢，从92年到现在，我们的屏东的农业生物科技园区呢，已经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条件，提供给国际来投资，甚至呢，未来可能入资都要进来。实际上的进来的时候，他是把技术带进来，而是不是把技术带走。因为什么？你进场去的时候，他也不见得让你看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比较没有涉及到所谓的技术被偷走。实质的投资经营者，他难道不拥有这个技术吗？譬如说，我假设我是一个外资哈，我来这边投资，我做一个很关键技术的东西哈，我是老板，那我如果想把这个技术带到我其他的国际企业其他的厂区去生产，难道不可以吗？另外一个你说这鸿海就专利是专利，就是卖专利。对，我们跟这个 Lohmann 德国全世界第4大厂，它就是卖专利。我们把我们的制造专利给他，他在这里设厂，条件是打来这里设厂。是因为疫苗厂的这一个销售体系是非常大。是那这一块有什么？增加400多个工作机会，高阶的工作机会。是。带动我们整个研究跟制造的国际化。刚刚彭教授讲得很好，就是资金跟技术的国际化，可以增加我们农业从业人员的量。所以你认为可以一步到位，但是我们也来检验一下，就是说，其实当初在推动这个所谓的这个农业的科技园区时候，也有预估到，就是说，在2012年会因为这样子呢，我们的生物科技产业的产值可以从40亿达到290亿元，可以增加17000名的工作机会哦。那旁边还有什么周边的卫星农场，可以确保农民收益？是不是真的在屏东长治这样一个农业科技园区，我们已经看到这样开花结果了呢？那陈教授您怎么看？其实我们今天是在谈农业问题，我想陈宝基主委是农委会主委，是应该不是经济部部长，所以我们应该回到农业的本身里面，我们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的农业价值，对我们既有的农业产值，或者是哪一个产品的产值会增加，哪一个产业的农民的收益会增加？如果他刚刚讲的是观赏鱼呢？观赏鱼的话，它的那个整个产值是不是在所谓的农业的这一个产值里面的计算？我们当然也不会去说反对所谓的观赏鱼，甚至疫苗的研发，因为这个对农业部门是不会伤害的。因为要扩大农业的产业价值链啊，所以就把它加进来了。
加进来也 OK。所以我说我们不会反对利用我们的所谓的生物科技去做其他的产业发展。我们现在谈的问题是，即将刚主持人一开头有讲的，行政院送到立法院的这一个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的条例呢，它是比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更先进，它把农业部门的所有的农产品完全的开放。我们知道，在整个贸易自由化的趋势底下，当然是对全球，因为在38条它是零关税，42条是开放对所谓的中国大陆的2100多项的管制农产品。那我们也很想问主委，就说马总统宣誓任内不开放830项的大陆农产品，现在其实就是已经进来了。马总统把粮食自给率没有进来，在40进来在哪里？我在讲的是指自由经济示范区条例里面的，现在没有进来。好了，有一篇媒体的报道是说，我们是禁止的生鲜冷藏的部分，但是冷冻加工的部分并没有限制。所以呢，像这个冷冻脱水罐头，这些什么花椰菜啦、什么青豆仁啊、毛豆仁等等啊，它实质的却是让台湾的产量几乎是腰斩。它这个媒体报道讲的是说，大陆进口的豌豆10年来增加了3倍，进口台湾量增加了3倍，那台湾的产量却因此几乎是腰斩了一半哦。那我想，也许陈教授讲的就是这一块。这一块2004年就开放了。2004早就开放了。这个在谈这个整个货贸的时候啊，就对全世界开放了 WTO Plus。所以这些部分哈，其实不是问题。农业我们必须把它饼做大。主委是不是就承诺自由经济示范区不会进口830项的大陆农产品？如果是的话，进口进来全数出口。不对，管制产品进口进来全数出口。没有花生酱可以进来，你愿意去大陆买花生酱，不愿意大陆进口花生来做主要外销，然后进来。我想这个是一个价值的判断的问题，让投资进来，把饼做大，不要连投资进来就去把它腰斩。是你台湾自己这么小的市场在玩自己的东西。我常常跟我们同仁讲，自由化不会把台湾农业搞垮，自己把自己搞垮，自信心要够一点。自己把自己搞垮。那陈教授呢？我完全同意彭校长讲，主委讲的就是要农工结合。但是我们要回来看这一个条例里面，它不是农工结合。我们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刚主持人在荧幕上有问的一个问题：自禁区如果设立了，食品加工业者到底会用我们去跟农民做契作呢，还是会用进口原料？这个要针对每一个产品去盘点以后，我们才知道说对农业部门到底是伤害还是得利。所以陈教授希望得到的答案是更精细的，不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括的东西。我觉得赞同彭校长讲，就是说，如果今天在条例里面就明确规范，我进入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所使用的原料，就是用我们台湾的国内原料，我保证农业部门没有人会去反对。这里头，因为事实上我们的条例还是草案嘛，还要经过审，还就要经过了相当多的讨论。对，因为我们也可以知道呢，任何的法律，任何的法律是在规范我们的现实，所以呢，我们现在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应该呢如何能够入法，这东西真的一个非常重要。我回应一下陈教授，规定下去以后，没有人要进来，因为我们的原料的数量啊，是不够他去做国际市场的。这个是非常实际的。那这样不是摆明就是你设了就全部都进来了吗？那这样不是就会冲击了？就是说，在这个我想农业价值的营运模式，我想这个是一个倒因为果了哈。我要把饼做大，我们可以去做契约，但是你规定下去之后，他就去做比较利益。所以我们是被动的站在厂商青睐的关爱的眼神吗？我拿不到我需要的量哦。中国出口的茶叶每公斤90块，我们的产地价格450块，它1年出口32万公吨。将来我们如果进口它那边的茶叶，挂 MIT 再出口，
那厂商会这一点用这一点可能我们刚刚讲，第一个是品种不一样，第二个加工的程度不太一样。因为台湾的茶呢，可能都是当然它有高山茶或者是高山茶，我们本来就1公斤是6000块的，所以你900多块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你拿400多块的，可能是非常的毛茶或粗茶。这个数字啊，我刚谈到的，最后这个东西怎么样子，企业家最清楚，他怎么去走。回到在商言商来讲，其实自由经济示范区它就是个示范区，所以里面有很多示范性的产业了哈。但是进入这个示范区的，终究还是所谓的企业家或资本家，就是所谓的经商的人。那在商言商是自古有个道理，就是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人做。那到底在这个自经区里面，这个农业价值的营运模式是怎么样？我们现在跟图表说明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可以进口很廉价的原料啊，这1公斤也许900块的茶叶进来，或者是跟国内契作1斤要6000块这个茶叶都有可能，但是成本就相对比较高。但是呢，不管是你进口的廉价原料，或者是国内农渔畜契作比较成本高的原料，进到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经过这个农业产品技术这个整合加工之后呢，它就以MIT 农产品的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良好品质的形象，就可以行销全世界。就是我们讲说，我们要外销型的这种产业就会产生了啊。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是讲的，我们刚刚陈教授讲，那如果说台湾的农地它就是比较小，它没有办法供应这么大量国际市场需要的这个食品加工原料的话，那不就等于是整个就让给了这些外国的比较便宜的原料吗？那陈主委显然有不一样的看法。我是觉得，如果刚刚那个图来看，我们把这一个进口的这一块全部切掉的话，是，我们现在就保持我们现在这个成本高的这一块，是。台湾农业是萎缩的，是萎缩，是没有办法去做国际竞争的，而且会越来越小，年轻人越来越没有办法去做。那如果我们开放自由市场之后，我们很多加工品都会进口，对，都会进口。好了，如果我们没有在趁这个时候来把饼做大，然后把我们也一起加到这个饼里面去的话，我们就这样一切，那这个不是我们要做农业的方式，也不是未来年轻人可以来从事的行业，所以这一点哈，我想这个是我在农委会主委的时候，我一直要去突破的。那你说进口进来就会伤害到我们，现在不进口会不会伤害？会不会伤害？很多进口了。对呀，所以这一点啊，我想哈，这个我们慢慢一步一步的来看这整个1年2年以后，我们来看这个成果。在刚刚彭教授讲的，在契作方面、比较利益方面，他们从品质，我们讲毛豆嘛，毛豆也在做加工哦，它也进口哦，毛豆也进口豆仁哦，但是它95%全部是契作，它没有办法不契作，所以在这整个操作方面，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用比较开放的态度，来去推动我们整个农业的成长跟农业的扩张，那个图很清楚。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彭教授，就是说，因为刚刚这个主委讲说，如果说我们把它入法，说限定要多少比例是要用国内这个契作的原料的话，那事实上国外的资金就不会进来了啊。那可是你在讲的所谓的机制配套的部分。那如果说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东西入法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只能够被动的等待这些投资的这些厂商们关爱的眼神来跟我们契作？在我个人来看的话呢，要挂 MIT 的这种品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原料并不是随便就可以进来的，我们有海关啊，我们有检疫啊，所以我一定要能够经过检疫的这个原料，我们才能够进到这地方来，经过我们加工的才能够挂上我们的 MIT。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呢在申请产地证明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符合我们叫原产地的证明的条件啊，不能随便就收这挂牌就走。而且更重要的，国际的规范，我们其实也不用那么担心。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的，你假如说是最后产品的时候，加工产品以后，必须要注明原料的来源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配套，让我们觉得就是大家也担心说，哎呀，怎么把中国大陆农产品进来以后呢，出了问题要台湾来承担？这都有过程的，而且不是那么随便的，都有法律的，都有国际贸易的程序跟检疫程序。所以这部分呢，应该是品质上面可以确保，而且也能够保证了台湾，假如在台湾加工的话，是用我们的品牌出去，而不是引进进来。
那陈教授，你听了是不是比较不担心？重点是要把刚刚讲的几个要入法，或者是要列入规定。比如说刚刚主委跟彭校长有讲到说，如果在自由经济示范区做完加工以后挂 MIT， 里面要标示原料的来源国。这个有啊。哦，这个上次农委会的长官们说，这个是厂商自由规范。那我们很乐意听到这个，至少你让消费者是国内跟国外的消费者，你现在买到的 MIT 的食品加工产品里面的原料是来自于哪个国家？我认为只要这个做到的话，我们台湾的农产品，我们当然有信心。毕竟我们自己消费者，比如我今天如果去买个花生酱，发现我是用云林的花生，而不是用中国的花生，那让消费者自行选择，我们很乐意。所以这个不只是说还要在条文里面去。所以陈教授很有韩国那种对农产品消费要生土不二的那种概念。那个我这个我当初当主委的时候，爱乡爱透爱拉点农产品，事实上是意思是一样的。我们是从经济的角度里面，你要把每个产品的资讯完全透明，让消费者选择。是不是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好不好？先从陈主委开始。我想自由经济示范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我们未来加入 TPP 之后，所有的农产品都免税进到台湾来。这个是韩国、日本现在已经开始加入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做一个调整。自由经济示范区零关税加工再出口，有几年的时间来练习，让零关税的农产品不要直接冲击到我们的产品。所以这一块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为了台湾将来要加入更多的单边或多边或双边的这个贸易自由经济贸易体去做准备。所以我们必须应该做，而且加快要去做，否则你不能够去避免这个 TPP。我们的贸易额已经给韩国加入 TPP、加入 RCA 已经打得太厉害了。如果我们都不动，保持原来我台湾的农产品我都不能去碰的话，我想这也不是我们农业在整个保护主义，您觉得也是不？也不是我们农业跟农民在整个国家的扮演上面所应该要去这一个站的立场。所以我对这个是寄予厚望。寄予厚望。那潘高叔，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国家，它不管是它对全球的农产品都是开放的，还是说台湾是在这里面是刚刚讲是对全球是开放的？我这个东西基本上刚刚谈到全球全面的经贸自由化已经是政府的既定政策。就农业部门来讲呢，事实上是没有办法逃避的。所以换言之呢，它不是你的选项，而是呢你必须要走的趋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呢要加入 TPP 或者是 RCEP 呢，还有好多年要谈判。所以呢，怎么样子能够把我们现在如做所谓的易守为攻，这中间呢来做一个磨练，让我们呢在未来呢全面自由化过程当中，让它的伤害最小，而又能够找到我们的商机。我想这部分呢，我是觉得持了比较正面的态度。所以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面对自由化，我也愿意呢，今天讨论的非常的这个激烈啊。用圣严师父呢一句话，就是呢，我们呢碰到逆境的时候要用4他。第一个就是呢面对它，第二呢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所以换言之，我们要非常严谨的态度去来接受，然后呢，我们要非常的积极的态度呢来处理。到最后呢，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这是自由经济贸易区只是的方法之一。未来我们还有谈判的策略，我们还有救济，还有补贴，还有结构调整。所以换言之呢，我们一定会刚刚我谈到的，政府不是不做事的，一定是随着我们的谈判的局面跟整个的条件会做调整。我想政府应该用最负责的态度呢，面对我们的贡献台湾整个经济发展基础的农业部门、跟农民、跟农村。好，那最后陈教授，我想您可能是扮演那个乌鸦那个角色了哈，就是说任何政策推出，它可能都是有利有弊。应该没有哪个政策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了哈，所以变成说我们很害怕是说我们只是被报喜而没有被报忧，所以那您告诉我们说您有很深的忧虑，那这个部分您会再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就是说目前立法院新的会期就要审这个草案了，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我们其实是跟主委建议，那刚刚已经同意标示原料来源国，可不可以进来自由经济示范区所生产完的食品加工产品全部外销？你至少不会冲击到国内的
内销的这一个食品加工，那只要做到这2点，那其实我们也乐观其成这样的一个规划。好，今日几场谈下来，为大家强势是讲，我们都认为台湾农业的 GDP 产值不止1.2而已。像3位来宾，包括我在内，都同意这个部分哈，这是很可喜的一个现象。我们都肯定农业对台湾的贡献，因为都肯定农业都台湾了，发展的过程当中，伊扮演轻创业的角色，但是都了农业替代表的国家冲太经济政策底部度的自由经济示范区底部度的农业价值，係唔係講也請注意到嘅？其實要攻這國際市場，更重要是研發跟行銷能力。上一問嘅係，呢個政府都帶來幾多嘅經費、人力資源，變到國際市場底部度，輕重要嘅研發含個行銷呢部分呢，上嚟係非常重要嘅。假使係變到像頭擺30年前電子業發展嘅時間，係製造加工嘅方面上，可能哦，你啊入行業嘅話難一些嘅哈。像任何政策要提出嘅時間呢，大家有先到冇咁有意見。提出嚟討論，大家公開來辯論，得到行下大嘅共識嚇，慢慢來群大家觀念，係最好嘅，希望大家都得到最大嘅利益啦嚇。村民台飛願意但以兩樣型嘅交通平台角色，也請持續來收聽，送大家一次再飛，謝謝。